阮同心来祈祷。主耶稣，阮甲全世界的人咧等候你的来临，受压迫的人咧等候你公义、自由、透放的实现，丧乡的人咧等候得到帮助、温暖、安慰，好食的人咧等候你开因的目睭，接受新的挑战。教会咧等候你更新的活命、合一甲见证。阮同心迫切等候你使阮毋忘相疼和平。主耶稣啊，愿你紧来。阮安尼祈祷，拢是互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赞美，上年大学的诗班要用你扶持我，带咱来学上帝。共读上帝的话，全体儿童要做伙来读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我是真的葡萄树，
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整，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你不是甲我结连，我就不是甲你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甲伊无结果子，恁若阁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较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袂亲像家己的枝，互人拎出去外面，现落水，现落回收。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伊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讲道，敬请的老林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甲主结连荣光上帝。有请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上个主日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特别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着是咱的儿童事工的主日，相信透过这个细囝，甲咱做伙参与伫礼拜的服侍内面，除了互咱看见讲因的年纪虽然小，毋过依然有咱值得学习的所在，也亲像耶稣所讲的，凡若要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无通得入去。相时也透过因的服侍，搁一摆来唤起咱教会兄弟对伫咱囡仔的信仰教育的看重。因为事实上，这细囝毋若是要承接上帝的国，相时因也是要承接咱东门教会的未来。特别今日要透过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甲咱做伙三角来分享、甲学习。伫分享以前，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通帮助阮，会通搁较认捌你。恳求你的圣神，就是真理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进入你真理的话语中间。主你也亲知阮的需要，阮较无搁较侪来认捌你。求你的话来光照阮。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拄一开始，我接触到主日学的教育，实际上是我大汉查某囝出世以后，迄个时阵我还未读神学院，是我伫凤山教会咧做执事的时阵，基本上每一间教会拢有主日学，只不过事实上无一定是所有的细囝拢有机会通接受到信仰的教育。当我大汉查某囝出世以后，阮甲一般的父母共款，咧做礼拜时阵，阮就自动会坐去到教会为着父母甲囡仔所备办的亲子的教室，伫内面有电视，嘛有接音响，然后会当将礼拜的内容放送入去到迄间教室内面。毋过实际上，我开始发现带囡仔来做礼拜，有当时有伊的限制，因为囡仔伊时常需要父母。然后父母的注意力就会放伫囡仔的身躯顶。有时阵，有的会友嘛会开门入来讲：“嘘，拜托的，较细声的。”伫迄时阵，我感觉我亲像看袂到这个阶段的囡仔伊的信仰的教育。虽然迄个时阵我毋知影答案是啥物，毋过也开始开启着我追求答案的旅程。我会记得，当我的太太怀孕的时阵，我会听一寡古典的音乐，因为有人讲这叫做啥？胎教，这叫胎教。所以，就是当囡仔伫妈妈的腹内的时阵，伊就会当开始接受教育。咱互伊听啥物，
伊就接受什么。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思考的是，如果咱遮尔看重所谓的胎教，为虾米伫细囝出世以后，咱互伊的信仰教育是放伫一个无有教育的环境内面？所以就伫即个情况的下面，我甲牧师娘，迄个时阵叫做执事娘，开始伫儿童的信仰教育内底开真侪时间去思考，然后做真侪功课，一直到读神学院，受到正规的神学教育以后，也开始去反省着过去的模式的中间的欠缺。其实到即马，阮还佫不断伫思考去调整，要怎样伫囡仔的信仰教育的顶面，互囡仔通好得到帮助，甚至是因的父母也通得到造就。就算咱毋是做田的人，今日咱读的经文也真容易来理解。耶稣讲，伊是真的葡萄树，上帝是种葡萄的。伫即个经文的内面出现上侪摆的即个希腊文叫做 menate， 就是大还是停留还是无离开的意思。伫咱的台语的汉语本的翻译，伊讲叫做踮伫什么什么内面。今日咱的主流学生因所读的版本是现代台语的翻译，伊甲翻译做结连。伫即段经文的中间，这是一个假指真重要的关键。有人咧讲，约翰的作者伊所记录耶稣讲的即段话，充满着哲学的气味。有人安尼咧解说哲学，伊讲哲学亲像你伫一间乌麻麻的房间内底，要去掠一只乌鸟，然后有可能内底佫无迄只乌鸟。敢听有？听无就是哲学啊啦。第四节讲，我即马读即个台语汉语本吼。第四节讲，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你。第五节讲，踮伫我，也我踮伫伊的，就结果子济济。第七节讲，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这段经文读了，咱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啥物人踮伫啥物人的内面？耶稣讲，恁就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踮伫我，也我踮伫伊。所以啥物人踮伫啥物人的内面？伫即段经文内底，真做一个真有哲学的意涵。当然，耶稣将伊家己比评做是葡萄树。然后，伊的学生是鸡，伫后壁即个譬喻就展现出彼此之间迄个亲密的关系。面对着无共的会众，耶稣也常常用因所识的物件来做譬喻。所以，可能对这做田的人来讲，用果树甲鸡的关系，要来譬喻学生甲耶稣应该有的关系，这个人就真紧通好理解。透过这种关系的思考，也成做咱这几年咱台湾教会主日学发展真重要神学的根据。咱常常拢会讲，囡仔就是还细汉，所以因足爱佚佗，所以咱设计的活动就爱有真侪真活泼的活动，互囡仔袂感觉真无聊。确实，要做教会主日学，因采取着用真活泼的活动来做主体。然后因设计，也是讲思考的模式，就是讲当这个囡仔吼，因若耍甲忝以后，因就自然吼会好好坐咧听你咧讲啥物。总是这段时间有可能分享的时间只有10分钟，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囡仔拢伫这个活动的中间。我家己嘛咧思考讲，如果当囡仔伊感觉足忝的时阵，因才有法度专心来听咱咧讲什物。另外一个较大的议题就是，除了这10分钟的信息，伫其他时间的活动内面，咱互囡仔是啥物款的信仰教育的内涵？会引起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遍迄个时阵我也是传道，有一个囡仔当伊要进入教会时阵，伊就问我讲：
传道，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传道，俺今日要耍什么游戏？我心内听到这个问题时，我切一个。为什么囡仔毋是问我讲，牧师，咱今日是要讲什么圣经故事？咱今日是要讲什么圣经的内容？为什么伊是咧问我讲，今日伊来教会，伊是要耍什么游戏？所以渐渐开始，我甲主日学的校长以及同工咧讨论讲，咱需要去调整咱的方向甲内容。这个方向上主要的内容，就是要结连伫咱的信仰，结连伫咱的教会。如果搁较具体来讲，是要结连伫咱的礼拜的中间。因为常常我发现讲，当一个囡仔，伊对主日学毕业以后，渐渐伊若无参与伫拜六青少年，也是礼拜青少年的活动的时阵，有可能伊伫即间教会内面，伊就失去着超找信仰的方向。我也思考为什么会安尼？后来我发现，事实上是咱基督的主日学并无有结连伫咱的主日的礼拜，因为主日的礼拜，事实上伊是为着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准备。所以常常咱会发现，当一个未信者来到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边仔一定爱有一个人甲伊协助。即马是要徛起来，还是要坐落？即马咱是读圣经，读到是第几页，还是讲圣诗第几首？事情下一章吼。所以，伫祈祷的时阵，神煞咱嘛爱提醒因讲，哦，即马咧祈祷啊，你爱安怎？所以伫囡仔的时阵，如果咱无来教导因，要安怎来做礼拜？咱等于是咧期待因讲，因家己大汉以后，就自动会晓做礼拜共款。也因为安尼，咱的儿童的主日学开始来转型，诚做是亲子的礼拜。伊除了解决着遮个下幼细汉囡仔因的父母伫礼拜上的需要，上时咱也透过着咱的亲子的礼拜，去帮助咱的囡仔来行即个学习的旅程，帮助因从细汉开始就学习怎样礼拜，怎样敬拜咱的上帝。拄则我嘛讲过，咱结连伫信仰，结连伫教会。也具体结连伫咱的礼拜，所以当咧设计礼拜的时阵，阮就将礼拜有的元素来放伫咱的亲子的礼拜的内容内底。咱有读台语的圣经，咱唱台语的圣诗，祈祷咱用主祷文来教导咱的细囝，咱读使徒圣经，奉献诗，也甚至甲咱大人唱同一条奉献诗歌。甚至咱有可能是台湾第一间在教咱的细囝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的教会。所以我对未来的想象是，当一个囡仔长期伫这种的信仰环境大汉以后，伊无需要开真侪时间去适应着大人的礼拜。伫马太福音的19章14节，伊则讲耶稣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伊。咱常常只有解说讲，耶稣意爱细囝来亲近伊，咱毋通禁止细囝来教会。事实上，咱也从来无禁止过细囝入来咱的教会。总是当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互我看见的是，伫这句话的背后，耶稣上时也咧尊迎这个细囝的父母。耶稣透过这句话，伊咧提升这做父母的人伫教会中间、伫会堂中间的地位。请咱来想象，当有父母带着细囝来教会做礼拜的时阵，有当时囡仔伫礼拜中间，伊会发出真吵的声。啊，可能咱边仔兄弟，咱袂讲啥，总是咱的眼神就流露出被影响的表情。如果你是父母，你是阿公阿嬷，相信这个时阵拢会感觉小可歹势。然后你会开始来要求你的细囝、你的孙仔讲，
较细声的小声一点。当耶稣讲用阮细囝就近我的时阵，咱敢有去想象着，这个细囝有可能是抱伫伊的父母的手中，就是讲，不管这个囡仔行到大，伊拢需要伊的父母伫伊的身躯边。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阵，上时也要表达出做父母的人无需要感觉歹势。耶稣了解到这个家长内心的需要，所以耶稣也毋望伫会堂内面的兄弟去体贴这个做父母的人。感谢主，伫这几年，咱的主日学渐渐也来得到好的成长。当然，毋是讲咱安尼做已经真有够额。事实上，咱也有真侪方面需要去慢慢来调整。如果你有去过台南神学院，你可能就会知，伫南神有几啊种的果树。咱敢知影南神有啥物款的果树？龙眼、莲雾、山影，阁有无？杨桃哦，阁有人知影杨桃？杨桃拢是种伫老师的门口啦，所以你爱去过老师因兜，你才知有种杨桃。南神有这个果树，总是我发现讲，这个果树吼，特别是龙眼，也是讲山影吼，大概2年才有结一遍果子。后来我就去了解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学院咧种这个水果，毋是要种来卖啦吼，而且有的树仔阁真悬，所以如果你今年伊结果子，你无甲伊挽互透，无甲伊挽互了，然后伊伫树顶以后，伊就成做打茶，会去影响到后一年果子的成长。所以大家神学院内底，今年若有龙眼，就无山影；今年若有山影，就无龙眼。所以，常常咱伫有发展的时阵，其实对伫食物这个原理，咱嘛知需要去修正，来帮助这个果树伫来年会当结较侪的果子。如果咱也毋望咱儿童主日学通结识侪侪，咱也需要伫这个发展的方向的中间去学习、检讨、修正。真侪时阵，我的体会是，如果咱用心伫正确方向来发展，上帝的圣神就会带领咱来修正。亲像我家己伫东门教会服侍这段期间，我家己嘛感受到被上帝的修正。上帝也花真侪万款的功课伫这中间来学习。所以真侪时阵，我也为着我会当伫这个阶段性的服侍。的学习来向上帝献上感谢，特别伫过去的时间的内面，有一群支持我想法的主日学的老师、校长以及咱的小会。当然，伫咱每一年的儿童时间的主日，咱所有兄弟姊妹的关心甲奉献，也正做伫咱儿童主日学发展的过程中间真大的推动力。当然。也感谢咱教会兄弟，伫这段时间对伫我甲我的家庭的接纳，互阮伫参与伫东门教会的服侍期间，留了侪侪值得阮来回想的时刻。也愿上帝继续祝福咱东门教会，特别伫咱新任的牧师会带领下面，通甲咱的长执的同工，以及正兄弟姊妹同心来拍拼，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的顶面。最后有一首歌要来送给咱的兄弟，相时伊也是一首鼓励咱主日的老师的歌。我本来想讲要家己唱啦吼，但是我惊情绪若起来，无一定唱会了安尼啦吼。毋过即个作者伊嘛唱了袂歹啦吼。咱伫周报内底，咱嘛有看到伫主日学甲伫秋博营的老师遮的名单。当咱一面听即首歌的时阵，也邀请咱一面来感谢这个老师的付出。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s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You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you came. And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and I was only 8. And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So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cause I am the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and you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Well,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in heaven today. So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the life that was changed. Oh,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your eyes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And it was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ne, sacrifices you made. Oh, they were unnoticed on this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friend, I'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You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cause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I'm so glad you gave. And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Cause I am the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I am so glad you
相信咱所做的每一项会使，也是咱所奉献的金钱，只要上帝伊要使用，就会成做真侪生命中间的祝福。咱做伙三甲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的东门教会中间，赏赐遮尔侪可爱的小朋友，来成做阮宝贵的产业。主阮知，当阮承接这个产业的上时，阮也应该承担教育因的责任。求主来赏赐阮聪明智慧，伫外在的环境不断地改变的情况下面，帮助阮继续持守伫真理的教导，来引带咱的儿童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也恳求你继续祝福阮伫儿童事工的信仰教育，也透过阮正兄弟姊妹同心的服侍，互阮的细囝会当坚固因的信仰，然后这个信仰通成做因一世人的帮赞，将阮一切所做的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安尼恳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愿上帝纪念林林牧师伫咱们教会所做一切工，啊，头拄歌词内底有一句，伫天堂中间拢要受到表扬。啊，伊也有甲咱答应，啊，只要咱咱们教会有需要，伊随时随口指导。多谢。好。回应上帝，一家是一摆来吟圣诗132首，耶稣听我，我知明。耶稣听我，我知明，因为记载的圣经，世汉因那谁能救？我所谓听是明明，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记载的圣经。耶稣听我以我心，我将的梦归告你，我的罪过已洗净，我已洗家的来宾，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记载的圣经。耶稣听我撒当家的我心必变家乡，我那天已告罗会，已被抓我的地位，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我记载的圣经。啊，以下时间咱要交予梁淑珍校长伊要来做主日学事工的分享，请。牧师、中职、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主日的教育事工关怀主日，由咱主日的學生做伙參與伫今仔日禮拜中的服侍。
愿上帝甲内因所做的工，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今年夏令营咱有来停办，如同周末营顶一期咱也暂停。目前新的一期，阮已经开始咧上课。感谢上帝恩典，为咱主日咧备办一个真好的场所，就是社区发展中心。互主日咧伫即摆的疫情的期间，会当有空旷的空间来活动，避免近距离的接触。所以目前主日咧亲子礼拜的场所，就是对教育大楼前山到对面社区发展中心来进行。阮目前参与伫主日咧服侍的同工。有早前陪伴囡仔来读主日学的家长，因为因看见主日学事工的需要，就愿意委身参与伫主日学的服侍中。对安尼，互因的囡仔看见父母服侍的态度甲精神。主日学伫每主日有一个亲子的礼拜甲分班，阮分班分别有一会。到幼儿园大班的幼儿组，国小1年到6年级的国小组，今年阮也设立国中1年级到3年的国中组，是由咱教会青年来带领。咱主日学的细囝除了伫节期中献诗，也有参与伫第2堂华语礼拜带领敬拜而乐。今仔日，咱主日的小朋友也会伫第2堂的礼拜中来带领兄姐做敬拜。伫每礼拜六，阮有社区儿童快乐周末营，营会课程通过佚佗、唱诗歌、圣经故事甲在嘅活动，互社区的囡仔认捌上帝，并且建立因的好品格。伫即期才艺班有戴丽文执事，佮含杨倩玲执事丢设的少年儿童弦乐团。弦乐团成立的目标是要互咱的囡仔参与伫教会音乐服侍。周末营的时间，阮除了有囡仔备办的即个周末营活动，也为咱的家长开设家长成长班。成长班即期，阮透过读书会，甲家长来分享信仰甲儿童教育，望因对安尼来认捌上帝，也会晓倚靠上帝。感谢兄姐，恁长期为咱教会主日学教育事工的关心甲带导。伫遮，我们阁一摆来邀请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嬷，恁厝内面。若是有细汉囡仔，请带因来到主日学接受宗教教育，也认捌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的信仰，互咱信仰的脚印一代一代传落去，也互咱的囡仔一世人行伫上帝的道路，到老也无外窜。最后，我伫遮感谢丽人牧师这几年来。带领阮主日学的同工，做伙服侍咱的细囝，互因通过各种的活动来认捌上帝话甲真理。今仔日是丽人牧师伫咱主日学最后一摆的服侍，感谢伊这几年来的服侍，也愿上帝继续带领伊头前服侍的道路。多谢丽人牧师。煞接咱们做伙来。邀请兄姐来欣赏阮主日学的活动影片。以上报告，多谢大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是温柔和节制，这些都是上帝的国
子，天天有喜乐在我心，勇敢站稳，爱人如己。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同时囝，咱的主。一次性情高大自在是出马里亚事情。你温柔地来的，你来属后。定是个信买走来福，第三日定是人叫对我。绝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主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艰苦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艰苦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为着要报答上帝恩典，才能即时用甘心道义的心来奉献。咱的手部内底有儿童时间奉献主日的感恩的奉献地，请咱继续来支持主日的时间。今仔咱为咱提奉献地是咱可爱的小朋友咱虽然因为防疫，本来拢摕迄落有长长的即个病的即款奉献地毋过对因来讲可能会较辛苦所以因若较无方便，咱家己斗相共传一个。
请咱游玩徛咧，咱要请蔡梦宽小朋友代表来带咱做奉献的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相处一切至善搁完美的恩赐，求你教示阮会晓奉献，阮的全人以及阮所有的，互阮毋是一用册顿来学你，是用阮生活的全部，将阮打理一切的责任、忧伤甲喜乐，拢变成偌济献互你。我靠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接着要请林嘉琛同学来做报告。只是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9页。教会消息第1点，今仔日为本教会二度事工主日，第1堂礼拜中侍奉，甲第2堂礼拜敬拜赞美，有主日学学生担任。请为本教会主日学时间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本周是报会周，请国保部长调给部员开会。11月8日，第2堂礼拜后召开奖励会，请中职团契会长、机构首长参加。请将开会报告资料伫11月4日前交予干事准备。第3点，刘秉翕牧师专家今仔日参加东部长会，青港教会新任牧师设置感恩礼拜。11月2日担任东部长会传道师训练讲师，请代祷。第4点，台中柳原男声合唱团将伫11月8日来本会拜访，并伫第1堂礼拜献诗。第5点，刘秉翕牧师就任本会第10任牧师设置感恩礼拜，定伫11月15日下晡3点，伫大礼拜堂举行。因应防疫新生活，参与者需实名制，请大家踊跃出席到主日招待处，也是办公室登记。教会停车空间有限，请本会兄弟尽量做伙来教会，多谢配合。伫遮先补充一点，除了咱后礼拜有即个台中柳原男声合唱团要甲咱做伙礼拜以外，罗山教会约有差不多40名的会友甲青年嘛要伫咱会中甲咱三甲来做礼拜。继续报告第6点，社会服务部要伫后礼拜即礼拜六11月7日要举办科技人文在地打渣的旅行。活动地点是南营天文馆，指定的化石园区，甲山上花园的水稻博物馆。预定名额是40名，报名到今仔日为止。为着要整理资料，所以若超过今仔日，咱就无受理。报名费是500块，报名请找这个用钱干事，已经报名完成的然后伫报名者，咱请下骹部分斟酌来听吼。请伫当日透早7点50分，伫教会社区发展中心的头前来集合。车应该会伫遐停好，咱就上车来点名。8点咱准时来出发。提醒参加的家己做好即个自我的健康管理。若有发烧的感觉，咱请咱倒来请假，忙对行吼。
口罩雨具证件等等，请咱随身携带。若会行会小可会凉请咱穿一寡轻便服装加遮薄外套。第7点，本教会定于10月初6，主日的第一堂礼拜中要举行洗礼、更新礼，要接受成人洗礼、更新礼的，请伫10月初4到11月初4，办公室来报名。11月初8到11月15要爱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这真重要。咱真坚持要洗礼进前，一定爱有相关的课程来辅助。11月22参加文德班，要报名的幼儿洗礼的，请马上办公室来报名，到11月22日截止。集体交通第1点，许光伟弟兄甲蔡宜芳小姐已经伫昨10月31日举行结婚礼拜，感谢大家关心代祷，愿主祝福一个新的家庭。团契消息来看上合团契的内容。第1点，南中相联部要伫11月初10下礼拜2举办岁末的灵修展望新天地西洋博物馆。六湾教会灵修礼拜参观中心新村、省政资料馆，参观亚文巴黎海岸观光工厂一日游。报名截止的日期是伫明仔载11月初2，费用一个人1150块。上车的地点是伫对面社区发展中心的大门前。是商业部确定了后，较搁另外通知。第2点。欢迎兄弟来参加11月初5本礼拜4上午9点至9点50分，由萧琼子牧师娘主理的团契活动主题是健康舞动人生挑战美操地点也是伫社区发展中心的隔壁屋。第3点，团契的其他的岁末的感恩爱餐要定伫12月13主日。当季的庆生会结束了后，中昼12点来举行。欢迎客友对今仔日开始各所属的组长报名参加庆生会以及这个爱餐的相关事宜。报名到11月30拜一来截止。好，煞接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大家等下较做伙读2摆。恁结果子侪侪，对安尼我会被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5章8节，做伙来。恁结果子侪侪，对安尼我会被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5章8节，搁一摆。恁结果子侪侪，对安尼我会被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约翰福音15章8节。介绍来宾，以下时间交予陈永轩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欢喜，今仔日是咱教会儿童曙光纪念主日。咱看到咱教会主有学生参与咱的服侍，特别欢喜嘛，看到双联大学这年长的兄弟嘛，伫咱的中间用诗歌带领咱来亲近上帝。小朋友是咱教会将来愿望，双联的兄弟是咱教会资产，愿望上帝继续恩待咱教会。第2点就是，昨伫咱遮结婚的这对夫妇，上新刚出炉的夫妇许光伟甲蔡宜芳嘛，伫咱的中间，请恁徛起来好无？伫咱中间。光伟是咱教会柯泰川兄弟的后生，咱伫遮甲因欢迎。
而且嘛爱欢迎真济伫咱中间牧师遮无名单，总是咱请咱儿童周末营遮家长拢徛起来，互阮甲恁欢迎。儿童周末营的家长拢徛起来，好无？我知影有真济吼，请恁拢徛起来。好，多谢，请坐。好，咱时间到，聚会。上映来吟祝福册恳的诗歌，新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起立，入诗山，请牧师为咱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他，亲像长老活水，伫无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听他，亲像长老活水，伫无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咱做咱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的阳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守使恁平安。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请咱用适当的方式来互相请安，愿主的恩典甲咱三个同在，平安。咱现场若有社福部的部员，咱今仔要开部会，伫2楼的副堂，
哦，咱等下伫2楼的副堂啊，要调开小福部的步会啊，请咱部员啊刷步到2楼副堂，多谢。来，咱松林大学松年大2的学生，进来翕相，进来哦。助理小朋友，主日学小朋友先等一下哈。来，咱松年大2的哥哥姐姐进来哦。排好，排了，口罩较客落来，要翕相较客，先排队，先排队。来哦，卫生牧师啊，做伙来翕相。